各位兄弟平安。伫讲道的头前，咱搁一摆用祈祷来有备咱的心，领受上帝的话语。特别上帝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是创造、拯救、甲成全的主。你赏赐你的话语，诚做阮面头前会当往前行会顶，也诚做阮生命的美流，互阮有快乐。愿阮所领受的会当诚做每一工生活的凭据，互阮活出你的心意，照你的欢喜来行。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即个真特别的经节，伫即个真特别的日子。今仔日是911事件21周年。我从来毋捌伫911事件的纪念的日子来讲到，这是足特别的代志。我也从来毋捌讲过即个经文为主热讲，这嘛足特别。即几工，全世界嘛经历一个足特别的代志，就是一个世代的过去。可能是因为历史有史以来，伫你一个国家上久70周年的女性嘛是真特别。领袖就是伊丽莎白II，伊丽莎白女王，蒙主恩调就离开咱。伊留下真侪水的故事，甲女性政治领袖的典范，互咱来通好来思考甲反省。这嘛是真特别的代志。有人讲911事件改变美国。亲像921地震改变台湾，整个美国的历史的看法，美国对全球战略的理解拢总改变。也有人讲911事件是宗教冲突的悲剧，嘛有人讲迄是政治消亡的结果。但是更较重要，对美国人来讲，这是对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对冷战赢了后一个足大的提醒，互美国人搁一摆发现，哦，阮的国家认同松去啊，阮人民对国家的忠诚嘛松去啊，所以因就开始探讨，是毋是自由已经侵犯国家的主权，是毋是？对全世界的欢迎，已经成做互人滥用的结果。然后美国开始无共款。无论如何，仰望历史，毋是干那咱困袂去，囥踮枕头边看了会真好困，亲像以斯帖记所讲的，迄个枕边读物尔。仰望读历史，会当互咱对伊的故事。人讲 history 变做 history 来学习，亲像摩西所讲的，算家己的日子来得到智慧的心。回头来讲，今仔日的经文，咱爱首先知影，圣经是上帝话，嘛是人的话，是上帝故事，嘛是人的故事。所以咱研读圣经，爱知影一项事，咱爱学习。听言观行，听其言，观其行，也学习，亲像约翰卫斯理所讲的，咱莫常常咧讲我特别去做啥物代志，我特别去做啥物代志，爱常常讲我已经在做啥物代志，我即马在做啥物代志。保罗就是安尼，所以保罗所有的教示，所有的批信。拢在讲伊已经在做的代志，伊即马在做的代志，然后将这个传达也传承，互听伊传道来信福音的人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咱其实是用咱的生命故事，在解说咱所认捌的圣经。咱是用咱的生命故事，在解说咱所认捌、所听见上帝的话。所以，
咱爱常常自我反省，咱爱常常勉励咱家己，咱爱成做一个知行合一、所在甲所行的拢合一的基督徒。搁伫新的世代，用新的事来创新，来回应世界的挑战。今仔日的经文，保罗一方面讲家己热光，一方面讲家己清醒，到底是热光也是清醒？首先，咱来讲热光。保罗讲伊为主热光即句话，对一个律比，对一个神学教授，对一个法利赛人的喙来讲，真正足奇怪。宗教领袖、学者、敬虔派的人士，敢毋是上冷静的嘛？用现代常常咧讲的，因是细节控，性格内底带一寡强迫症的倾向。若像无安尼做艰苦，无安尼做嘛真艰苦，迄款人敢毋是？像我就是淡薄即款问题的人。我若一个倒电无拍好势，我会艰苦3工。即款的人讲伊热狂，无论用啥物款的英文来翻译 ，crazy 也好，mad 也好，lunatic 也好，拢带着迄个迷失心智。台语讲发烧啦，发烧到45度，头壳歹去的意思嘛。就是一个人的情感，一个人的情绪已经超越伊的理智。就算是伊看见整个环境生即型的，但是伊一定要安尼行。杀人嘛莫动我的意思，敢毋是？保罗为虾米遮尔啊热狂？伊到底咧热狂虾米款的代志？保罗讲伊热狂是因为主会听激励伊。和合本咱咧讲，现代中文又讲主会听支配伊。通啊，互伊超越人类理性、科学的实证，相信最后所是对死搁活的大快乐，相信永远活命圆满。因为安尼的相信，伊就会当超越一个人的限制，超越一个人人性的软弱甲罪性，看见上帝要为咱成就大事，而且佮愿意甲上帝做伙来成就大事伫咱家己的生命中间。所以通好讲，保罗遮咧讲的热狂，也好亲像是伊解说伊为主的缘故，要超越伊原来心智的界限，无过是我的状态。所以保罗会当大胆来宣告讲，旧的事已经过；会当大胆来宣告讲，那当我是新创造的人。伊几若摆安尼讲，这毋是部分新，部分旧，天天的宝宝的，搁过3冬迄款的状况，是全人的更新，甚至通好讲是对上帝拯救的大快乐，全新。搁再一摆的创造，伫圣心内底，咱因为上帝快乐的运作，更新变化，超越原来的自我的过程。这是伊的热光，为主热光，超越家己。但是保罗继续讲另外一项事，伊讲伊足清醒，另外一个版本讲伊足谨慎的，伊足谨守的。保罗为虾米清醒？头拄仔讲热光，即马讲清醒。伊到底清醒的内容也是目的是虾米啊？对顶的文来看，咱会发现，保罗是为着众人，为着教会来清醒。搁较白来讲，保罗知影，足清楚知影，传福音、劝人甲上帝和好。是足困难的代志。咱若传过福音，咱拢知影这项事，敢毋是？保罗也知，就算是一个人，也是一群人，信耶稣变做基督徒了后，教会甲天国的距离，犹阁是遥远、路程真远的事，敢毋是？
所以有一摆我伫台南甲一个教会前辈黄辉石牧师伫开讲的时，伊就足感慨伫讲，伊讲教会甲天国的距离是真正大，非常远，只有信心、信仰的坚持，会当互咱行到落尾。信仰的坚持，互咱行到落尾。因为安尼，保罗用伊一生借着信仰的坚持的开力，不断去经历迄个死搁活的过程。因为听主，因为军队主的缘故，就伊的界限死了，伊的固执死了，伊的骄傲死了。因为相信主，搁顺服主的缘故，更新就活咧。调息就活咧，为主牺牲的疼就活咧，所以会当清楚宣告讲：即马活的无过是我，是基督伫我的性命活的。我即马活的是借着信上帝囝活的，伊疼我，为我放杀性命。若是咱敢若听伊理论的教示，咱会感觉嘛是真歹理解。因为伊的教示一直真歹理解，但是咱若去参考伊的人生，迄个实际生命的经历，咱就较知哦，啥物是新创造的人，啥物是真正丰盛，甚至是富足的人生。带着伫上帝大气来的上赞，保罗活出伊丰盛的。用心爱话来讲，斜杠人生。伊是法利赛人，伊是经学列比，伊是热狂的犹太信徒，伊是迫害教会真出名的迄位。伊嘛是犹太种族，伊是罗马的公民，伊是财閥希腊罗马学术教的学者。但是，伊嘛是耶稣基督亲自呼召。互伊归信的基督徒，这是足特别的。伊嘛是第13位的使徒，是对外邦传教的使徒。伊阁有家己的专业，伊是专业的制作长病的人。咱拢知做衫就无容易，做长病佫较困难。因为衫咱用身体甲伊经起来，但是长病无啥物通经，若做了无好势。都袂徛起来，所以迄是足悬的技术，的一个无共款的专业。伊毋是干那去做即个长辈，伊嘛去做教会，甚至伊是旅行的报道者，伊是旅行的书写者。若讲现代话来讲，伊差不多是部落客。伊所写的13封批信，甚至无收伫新约，抑阁有可能有其他的批信流传伫初代教会内底。伊无算足长的一世人，保罗透过不断颠覆家己，不断互上帝定心塑造，因为安尼就伊的领域不断来扩展。保罗无限制家己，伊嘛无限制上帝的作为，所以伊伫有限的时间甲空间内底，见证上帝超越一切。大气力甲丰盛，这是保罗用伊的性命解说伊所教示的。教会历史内底咧，教会历史内底咧，讲一个人就好。18世纪有一位157公分、128磅的教会领袖，伊叫做约翰卫斯理，出世伫第4代的教牧家族，成长伫教会内底。牛津大学毕业，若无意外，伊就是用牧者甲学者的人生过一世人，无啥物风波，无啥物特别的所在。但是人生就是要有但是，故事嘛要有但是，才会趣味。但是上帝透过，毋是一个打击，是叫做3合1综合打击。互伊灵性拄着困难，互伊爸爸过身，互伊海外宣教，虽然热情滚滚去，
却失败。伊的失败毋是通常的失败，伊的失败是历史有名的失败。伊失败甲去互统治落跑，一个教会的牧者去互统治，哇，真特别吼，嘛无别人啊。但是即款的足大的打击，却互卫斯理开始想一项事。伊是看到家己，伊看到教会，伊看到国家真侪问题。然后伊追求改变，所以即个本来中规中矩、一世人拢水袂滚的迄款教会牧师，伊家己讲，伊讲伊敢若温暖尔，伊永远水袂滚，袂沸腾啦。即个教会领袖伫88年真正长火烧的人生中间，为灵性更新开始，做真侪迄个世代。上热情，甚至上激进的宗教领袖，甚至革命分子，毋敢做，也毋敢想象的代志。伊也诚做2000年教会历史中间斜杠人生上丰富的牧师。一个牧师我会当有斜杠人生吼，伊的斜杠身份甚至爱分类啦。所以咱来看安怎分类。第一类叫做教会斜杠，伊是驻堂牧师，是露天布道家，伊是圣诗的创作者，伊是文字的工作者，伊是教会机构的创建者，伊是上大量用平信徒的领袖来诚做即马大家拢安尼做的迄位，伊是海外宣教的切片者，伊家己海外宣教失败。去互统治，结果伊找遣海外宣教师去做美国的卫理公会，甲即卖也是真大的一个教会。伊甚至有后代影响，伊诚做20世纪咱常常在讲三个派别，就是普世派、福音派、灵恩派共同的领袖，共同的鼻祖。第二，伊有社会的斜杠。伊是社福机构创建者，甚至伊创建的社福机构爱分类、爱斜杠。伊有贫童学校，伊有单亲妈妈纺织工厂，伊有托乐营，将即马才来长照，伊两个世纪进前在咧长照。伊有中途之家，伊是反对奴隶制度的人士。伊甚至伫银行还未处理小额创业贷款，伊就开始咧做。伊也是健康生活的提倡者。后来影响咧，伊互英国的一个革命的危机解除，互英美的奴隶制度废除，甚至间接促进了男女的平等。教育的斜杠，伊是神学者，伊是贫童的教育者，伊是出版业者，伊是瓶装评价书，甚至是口袋书的发明人。伊是第一个基督教丛书的主编，伊是海外名著的引介者。上重要，甚至英文的写作，因为伊开始白话，无搁写文言文，咱即摆还搁咧看文言文。其他斜杠到其他，我真厉害。伊编写健康大全，诚做一世人无拍算上畅销的作品。伊是简朴规律生活的提倡者，一生讲128磅，一个月开28磅。伊主张早起早困，安那早起早困？暗时9点就爱困，早时4点就爱起来，搁来灵修祈祷做礼拜。伊啉少少的红酒，食苹果，可能是即马 an apple a day to keep a doctor away 的创设者。嘛无一定，伊讲爱电疗啦，小电会较好。伊嘛讲爱换空气才会健康。这个斜杠是我讲的后世影响，可能会当找伊来做现代人养生减重、健康生活教界代言人，真成功。卫斯理30几岁开始做这个事，伫足大的失败了，人讲你哪会遮戆，你哪会遮空，你哪会遮小？伊讲保罗讲的话。伊讲主会听激励我、支配我，
我愿意为主在讲，我愿意为主做遐家己别人拢无法度想象的大事。所以，伊就用伊的一生，真做保罗的教师上有名的引用，也是上告急的典范，甲范例。咱呢，对大马士革开始，保罗一生毋敢袂记哩耶稣基督呼召伊，就是要互伊遮做福音，传互万国万民、外邦人的使徒。咱呢？咱抑阁会记哩，第一摆去互耶稣基督感动，甚至是震动迄个时刻、迄个事吗？咱抑阁会记哩，决志关对主耶稣迄个初心甲献上嘛？也是因为人生伤长，世界伤水，行了伤远，已经袂记了，甚至完全想袂起来。虽然咱一生会因为真多挑战、真多经历，成就真多斜杠人生，但是伫斜杠进前，咱毋好袂记哩生命初迄个初心，咱毋好袂记哩迄个核心的坚持。安尼，咱就清楚家己的路程、生命优先顺序，对主袂迷路。亲像保罗，伊是做外邦人的使徒；亲像卫斯理是要甲福音传互散车的人。亲爱兄弟、亲爱朋友，请你毋好袂记哩一项事，就是毋好惊时间会带予咱足侪挑战，毋好惊任务真大搁困难，但是你爱惊一项事。就是咱无法度回应上帝的呼召，咱无法度伫搞笑的时阵有无亏欠的良心，咱无法度伫面对主的时阵会得到伊的称赞，讲来，你这个真忠搁善良的奴仆，就即摆伫主的欢喜内底。因为安尼，咱就袂迷失咱的心，迷失咱的方向。咱会认定，咱会坚持，咱会靠主使命必达，咱会成就。咱回头一看，哪会做遮侪代志啦？迄款丰盛的斜杠人生。耶稣讲，心内送香的人有福气。耶稣讲，要喙焦心饿伊的人有福气。知影咱会散车，知影咱腰饿喙焦。就会刻无上帝的恩典、丰盛甲富足。有少少诗歌是张某人所写的，也来讲我带着摇喙焦的心来到我的君王道前，这是圣餐的歌。最后说应允咱丰盛的人生，因为丰盛就是不断有新的元素进到咱的生命内底，因为咱刻无上帝。伫咱的生命内底成就大事，成就新事。所以，亲爱兄弟，请你莫讲，我已经伤老啊啦，我已经习惯啊啦，我学袂晓啦，我足讨厌改变。请你莫安尼讲，请你常常安尼讲，主，我愿你来。主，我是你的奴仆，你的使女，愿意照你的旨意伫行。这是玛利亚讲的，敢毋是？也咱爱常常来讲，伫基督内底，一切拢更新了。阿们。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是创造、拯救、佮成全的主。伫万项事内底，你更新阮。也更新这个世界。愿阮愿意决志跟对你的时阵，你就来更新阮，拍破阮的限制，克服阮的罪性甲软弱，互阮甲你做伙来成就大佮奇妙的事，互阮用一生来见证你的荣耀，甲丰盛的恩典。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